国民小学台语教材第2册第3课美丽的学校。阮学校真美丽，青色的树仔，彩色的花，红的、黄的满世界。鸟仔、叶仔、飞啊飞，水池仔边，大家坐。校园景色紧来画，练习蓝色、黑色、桥仔色、粉红仔色、咖啡色、肤色、鸟鼠仔色、柑仔色。头毛是黑色的。你上喜欢什么色？我上喜欢蓝色。